了解代志是真济，就爱来看报纸甲下小弟，小弟下落嘴底，害阮巴肚疼一下。有人牵要买老爸，也有新妇拍大家，技术牵甲这呢济，读落到底戆戆细，小弟赶紧下一个。哇，哈哈，你啊看，你啊看。迄报纸讲看甲安尼遐，哇，足趣味的讲。迄讲啥物吼？较早有一个阿婆少年的时阵讲无生啦，啊讲食老一体才生过来的。哇，讲实在是无奇不有啦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这搁牵一个搁较趣味的。迄讲啥物少年人你谈恋爱你袂结局啊？啊，是毋知讲是因为两头的老大人哦，啊想过阮国外互因两个人结婚啊。哇，两个人讲要去自杀跳溪底啦。啊，讲实在哦，这报纸哦故事是。足济啦，啊是讲报纸罔看，啊小弟罔哈，就这个笑话，哇赞。奇奇怪怪代志是真济，就爱来看报纸搁下小弟，小弟下一个烧，烫着巴肚切着，讨色求婚过大下，花想你古有也假，技术看着真正花，行去冒险甲笑亏，看报纸搁下小弟。